这一次其实是在数位发展部的支持下，那我们利用生成式 AI 跟5G 的技术，那来重新打造跟完成一部新的这个沉浸式的剧场。这个沉浸式的剧场其实是透过这个农田这个视铁回忆来梳理农田这附近的过去的这种产业遗址的特色。更特别的是，其实应用5G 的技术跟生成式的这个科技可以让参与者马上透过12分钟的片子的参与，那你能够最后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通过那个答案，其实你在参与一个当下跟未来的农田文化资产的发展。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形式，让更多的朋友认识文化资产。农田交叉文化资产教育园区其实有蛮多跟文化资产有相关的主题游戏，像我们的南仓跟北仓是以我们的乌山头水库、嘉南大圳为主题。那园区的后方呢也有水圳，所以在放水的时候，小朋友呢他可以亲自来体验什么是嘉南大圳、乌山头水库灌溉的用水。那在园区的后方也有考古展，那小朋友还有沙坑可以玩，所以这个园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来亲近文化资产的一个场域哦。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那这个剧场，事实上非常谢谢我们数发部的大力支持，能够让这个沉浸式剧场有轮流有3部主要的影片来播放。借着这3部主要影片，能够让大家了解过去的一个历史以及未来的展望。那刚刚提到了这个台南500，台南500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不在了，但是可以借着这个生成式 AI， 能够模拟描绘出未来台南的景象。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农田跳起来园区当初在一片大家都还持保留态度的情况下来开馆，然后这几年来的营运非常顺利，而且获得各界的好评。这个是非常谢谢我们文化局以及文资处把历史的现场能够勾勒出来。本来是一个停车杂乱的一个空间，现在变成一个大家众所瞩目的一个展场，而且让整个大曾文地区也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展演空间，尤其是交通非常方便，地理位置很好，就在农田车站旁边，走路的距离就可以到了，所以说是非常值得，也非常适合大家来度假，或是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的地方。欢迎收看9月26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首先来关心议会定期会消息。面对立法院今年会将警消海巡人员的退休金所得替代率比较均匀修改，达到90%。毛议员蔡辉欢乐将引发退休效应，希望市府预先编好经费。另外，在消防的部分，今年淡市发生的火警加伤亡人数拢创下新高，所以议员嘛要求加强消防的防护加训练。面对警消人员人事条例第35条的修正案，立法院这个会期可能就会修正通过。警消等退休所得替代率上悬将调到90%。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议员蔡玉辉上午透过警察加消防局的业务报告加质询时，就呼吁市府应该量早来应用，避免新一波的退休潮。因定的大概35档的当量到80%到90%，如果这样的话，一通过，做起来马上要提，马上要提的时候，佮拄到一个问题，就是咱的基层的警员、消防人员，不足，咱市长要怎应对？咱基本上，咱市长会怎做的？第一个就是要紧甲医生编出来，通过了紧编人员医生编过，和消防署警政署讲我有意愿要训练，你也无安尼做的时候，佮导致求进为止。咱警政署训练的所在，消防署训练的所在有限，所以我一直认为讲，咱基本上要做足，无心理准备，一声通过医生不足的时阵，咱警政署、消防署可能讲，你都无医生，敢若讲要教训咧，敢若嘴讲无钱，迄医未通。所以我今仔日所以议会建议讲，消防局，咱今仔局要准备这个去调查
到底偌济人要退休，心里有个准备了，咱变适当的预算，那将这预算报告行政署，报告消防署讲，我有这一人要应用。对此，警察局长林国清回应，因为警察人员是由中央统一来招训，因此会向警政署来反映。一周也知道，我们警察是由中央统一在做一个人员的一个那个招训嘛，哈。那这一部分事实上，我要出来之前，我也有就像一周讲的这样，我有跟署里面人事单位已经跟他讲说，未来万一这个所谓的这个人事条例通过之后，一定会有退休潮，应该会有一点退休潮。那事实上，他今年他有扩大招生了，有扩大招生。另外，在消防的部分，议员陈义珍也表示，今年对1月到12月在台南市发生的火警死伤的人数再创新高。就在议员质询时，永康地区嘛发生一件相同的火警，因此呼吁消防局应该加强平时的防护观念加训练。我们看到说，其实113年到目前9月这个时间，我们火灾不管是死亡或受伤人数都是创历年来的最高哈。110年死亡5位，受伤17位；110年10位，然后受伤7位；然后112年死亡是6位，然后受伤28位。到今年为止，现在才9月，我们在台南因为火灾而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8位，而受伤的人数是32位，这个是历年来的最高吼，所以怎么会有这个状况？局长，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民众的那个避难逃生的观念，我们还要再继续持续来加强宣导。是消防局这边要好好的做一些检讨。我们现在各大队有对于业主他们对员工的信任，现在有给他验证机制。是，只要员工能够避免火灾发生之后怎么去抢救跟逃生，我想这个部分真的要去加强。除了火警的防护，另外在路口监视器方面，目前全市有1810组，但有将近310组无连线加车牌的辨识。对此，警察局嘛回应，今年已经开始来汰换，预计明年就用个全部汰换完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南区爱心天使站在地服务满18天，被判325位弱势长辈行过孤单无瓦靠的日子。为了感谢长期支持的志工甲善心人士，26号因特别举办感恩大会，并带领受照顾的长辈来设恩泉博物馆。阿公阿嬷跋着18头啊，行伫咧古早市场中境内，记一瞬间转去到过去的年轻岁月。华山基金会南区天使站庆祝建在18周年，特别带领受照顾的长辈来到恩泉博物馆游览，互真侪无出门佚佗长辈，每一位拢感觉到欢喜甲趣味。因为毕竟老人古人吼，拢较孤单嘛，有这个活动会当出来，大家会当大家安尼做伙，安尼出来佚佗的安尼，感觉嘛真快乐。除了甲善事义工共游恩泉博物馆，基金会也为长辈安排脑力活化小游戏，一直到延缓以及有风湿地。基金会也希望透过活动，呼吁市民大众一同关怀周围的弱势长辈。建站18周年呢，我们带着长辈来在地的香肠博物馆，因为在访视过程中常常听到长辈缅怀过去，但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让他有现在跟未来的记忆，然后我们带着香肠博物馆的复古场景，让他们回到以前的时光，然后让他们生活有更多的连结，促进了社会就是多接触的机会这样子。那也很感谢一路走来对我们支持的公家单位，还有善事以及义工的伙伴们的支持。因为这些团队的支持，让我们这些社会公益的善的循环呢，更加的有影响力跟慷慨力。华山基金会伫全国成立大约400个爱心天使站，服务将近3万名长辈，秉持着在地脑化、社区互助等理念，为失医、失能、失地长者免费提供教替服务，以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的精神，建立社区互助自助的模式。基金会也欢迎认同因照顾理念的朋友，做伙加入爱心的行列。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
赞美杯高尔夫球公益比赛已经进入第3届，在1月22號將在南堡球場舉行。因為比賽以公益作為號召，所以活動將持續觀看，同時請來知名的球星、營利關懷者、主辦的關懷者來幫助社會所需要的角色。3、2、1，請凍結。在2022年所發起的讚美杯高球公益賽邁入第3屆，延續甲高爾夫球運動結合自身的理念。今年主題是關懷長輩，將透過賽事的公益挑戰，替受贈單位台南市用愛關懷服務協會來募款。今年第3年，我們以銀髮族關懷這個主題，來幫助這些社會上的一些弱勢的老人家，來協助他們能夠爭取到更多的善款跟物資。能夠讓他們能夠在晚年的時候，能夠得到更多的社會的關懷跟回饋，這是我們舉辦讚美杯的主要的目的。這擺更特別邀請到高球名稱曾亞妮，還有嘉義高爾夫球的野球選手林志勝甲胡金龍等人，共同擔任公益大賽，鬥陣獻身啟動愛循環。另外一個吸引一個企業來響應。我們的海悅國際也是我們國內最大的代銷公司海悅集團來參與我們這次的公益活動，所以我們也能夠借由這樣的一個結合，募到更多的善款，來幫助需要幫助的這些銀髮族的長輩們。賽事品質唔但達到提升，更透過各界落實你關懷者、我哋關懷者行動，全體參賽者的捐款總金額，這擺更大嘅翻3倍捐出，歡迎大家報名來做公益。台南新聞所會採訪報道。中央新聞在基隆，中嘉新聞在台北，中嘉新聞在新北，中嘉新聞在桃園，中嘉新聞在台南，中嘉新聞在高雄，忠實呈現最佳新聞。每週6下午1點，請鎖定高雄都會台中嘉新聞週報，帶給您最在地的觀點，最有人情味的報道。台灣好新聞就在中嘉新聞週報。台南市幼兒關懷協會甲台南市政府共同主辦台南400人銅鑼浴活動，10月6號將在永華運動中心舉辦，到時邀請馬來西亞銅鑼大使 Jeff 來主持，後面將透過銅鑼音譜感受到專人的幫忙。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向台南市幼兒關懷協會來報名。台南市幼兒關懷協會去年首次舉辦虎城數額100人銅鑼浴的活動，得到不少民眾的回響。今年在議員王家珍加理事長陳柏勳的號召，結合台南400再次舉辦100人的銅鑼浴，裡外無憂鬱的活動。2月6號上午在議會1樓簡報室召開活動宣傳記者會，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做伙來參與。去年銅鑼浴，讓大家的一個有所感，就聲波的療癒，對於我們的情緒，這個有一些幫助。所以呢，在朱醫師的全力支持之下，全力的協助之下，我們再次的把馬來西亞的 Jeff 老師請來台南，為我們做台南400人銅鑼浴。你我不憂鬱的這一個公益好活動。今年的一個活動裡面呢，第一個部分那就是唱誦。那唱誦其實就是像馬來西亞那一個山系裡面的一個很特殊的文化，其實聽了之後真的非常有療癒的一個心靈的感受。然後第二個部分呢，那就是有旋轉舞。那旋轉舞是跟上次的一個活動新加入的一個方式。那其實這個方式就是跟台下的一些參與的市民朋友，就是我有一些互動。那第3個部分就是銅鑼浴真正的我們在辦的一個重點。然後這個部分呢，也是時間會長達1個小時，所以我們全部的活動時間一共會是2個半小時。今年協會結合市府、社會、體育加衛生局共同舉辦，並且融入文化局台南400活動。同款邀請到馬來西亞銅鑼大師 Jeff 老師，希望做伙台南世界交杯。
经过去年的一个体验呢，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相当好的疗愈的一个活动，也可以使呢我们忧郁症的一些初期啊，或是不管有没有的话，对身心灵呢会有提升哦。那也请邀请我们各位包括我们市民们呢，一起来参加今年台南市百年铜锣浴的活动。那你我呢也不犹豫，引进那个马来西亚来自于那个喜马拉雅山系的这样子一个铜锣的一个疗愈的一个表演我想这个跟我们在一直今年的一个台南400的一个主轴，就是那做伙台人世界交陪世界交陪这个精神，我想是十分的吻合的啦因为我们希望四海一家大家都能够在一个文化的领域上面，大家共同来交流共同来融合。活动将伫10月6號下午伫永華國民運動中心來舉行，希望為府城鄉親帶來療癒身心靈的銅鑼浴。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9月28日到2天，因為原府城市區有亞媽祖西景等真濟活動攏加做伙，所以市府交通局請市民提早規劃替代路線，避開可能的塞車，節省用路時間。台南400甲新年府城亞媽祖將伫咧這個周末登場。28號西景第一天，伫咧中西區、東區、南區；29號西景第二天，伫咧中西區以及北區西景。屆時將會影響到道路交通。市府交通局建請來往南壩民眾，會當優先改道南門路、中華西路以及金華路；來往東西向的民眾，會當利用新公路、府前路以及中華東路、中華南路。行經活動周邊，也請減速慢行，依照現場警員教人員指揮，交通局也將持續監控道路交通的狀況。交通局提醒民眾會當先查詢活動路段以及相關交通管制，優先規劃路線，避開可能塞車路段。經過活動路段，也請慢行，注意行車安全。想要參與活動民眾，則是建議使用大眾交通系統，減少找車位的不便。活動期間，周邊道路將強力執行違規停車處罰，以確保交通安全甲順暢。記者張秀維整理報道。一間位於安南區的小食店真無響目，不過頭家卻是曾經抱走農糧署第3屆炒飯冠軍的獎稱號。2年前，伊就是選用高贊塔、麻油等在地食材推出麻油炒飯，摕下冠軍。3年來，伊開店除了成立強滾，也持續參加各種的國際比賽，不斷提升家己的品質。現在嘛已經打算開分店來拓展炒飯的版圖。一開始大火燒過去油就展現氣勢，隨後淋上麻油加雞蛋以及豬肉絲一起合成，並隨時控制火候，最後滿滿一勺9號米，逼出飯的香氣和粒粒分明。阮炒飯的飯，阮會打煮好較 Q 彈，安尼較會當變成講條頂的話，較袂粒粒分明的啲啊，較會粒粒分明。掌握黃金1分鐘的時間，這道塔香麻油松板豬炒飯就大功告成。雖然食材簡單，卻有深厚的功力，冠軍可不是浪得虛名。因為麻油咱台南算做有名，這種麻油袂當大火啊，大火伊的油會苦去，著是愛落去爆香，了後兩下落，把兩個兩香炒出來。因為咱是塔香麻油松板豬，所以迄個塔香就是咱的高贊菜，落去做伙很香。頂着冠軍炒飯的光環，裕珍坊在台南市安南區展店，雖然店面很不起眼，
不过，在市长黄伟哲等各界推荐为台南之光，加上媒体助攻吸引民众，排队热潮持续超过1年，也虏获不少饕客的味蕾，让人回味无穷。一碗拢差不多人3碗的分量，所以你家在地生意做好诶，然后大家来这里就是除了吃到很香很好吃的炒饭以外大家个干妈很受照顾啦，伊就想要是个大哥哥安尼就照顾伊的人客啊，所以大家拢到了吃饭时间大家就来这边很热闹，然后跟老板打成一片，做温暖的一个头家。安南区长魏文贵为了拼在地观光美食，也在安南就这样玩的旅游攻略当中促销，并亲自推荐名副其实的冠军炒饭。咸粉也好，甜豆也好，都搭配得很好那他的生意也相当的好，那在地人呢都直接称他为冠军炒饭所以会使讲，以这个整个冠军炒饭的味道相当的令人赞叹。冠军炒饭头衔走过近3年，目前光炒饭品项就超过20种。他还随时抓住机会就参加比赛来学习他山之石，以不断精进的心来满足顾客。这镬气带出来的香味，让我吃这个炒饭可以一口接一口，会让我们女生会放不下这个调羹。那我希望老板呢可以秉持初衷，一直的让这个炒饭继续香，一直在安南区传递下去。你做这个无可能当做饭尔，我嘛有做寿司外人我就做烧酒鸡，热人我就做寿司凉面，足济啦，就是看大众较适合什么天气食什么物件，咱对天气咧行。陈豪回忆起当初一个人闯荡，玩笑说怕饿死才投入厨艺，加上妈妈说他不会炒的激酱法，更让他不服气，拼到炒饭冠军，也意外成为大家食指大动的在地美食。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安平儿会窑文化馆成立高达20档，伫拍算重新装潢的时，委请技工整理，结果发现伫开馆当时有将近38学生写成比赛得奖作品，因为这创作并无列入政府的资产，技工烦恼被单调相当可惜，所以透过媒体希望找回这得奖的学生，且领回去做真好的纪念甲回忆。安平客会窑文化馆是2004年，当时台南市长许天才任内申请13个安平国家历史风景区当中第一个完成的地方文化馆。不过至今20年从未装修，所以台南市文化局已经启动常设馆更展的规划设计，预计10月初装潢，希望空间有效再利用。但正当志工整理环境时，发现当中有20-30幅开馆当时学生现场写生比赛的得奖作品，每一幅都画得精彩生动极了。只是因为这些作品并未列入资产，志工生怕装潢后遭丢弃，相当可惜，所以希望得奖学生看到媒体报道，可以至安北路110号领回。相信画作是人生当中很美的回忆。客会窑文化馆开馆的时候就举办了一个写生比赛，来参加了有国中还有小学因为到现在已经20年了那这些作品现在不是列入这个财产里边。我们这些作品如果把它废弃掉的话，我们觉得很可惜，因为他们画得很漂亮我希望这些作者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能在有效的时间里边来客会窑来把这个作品领回去。你领回去的话，你挂在你家的墙壁，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回忆除了得奖的学生作品，馆内未列入资产的还有悠游画会草创时期许多前辈艺术家的作品，志工也会一一归还家属。其中林习田老师针对第1届安平灯会所创作的摄影作品，则会提供义卖，所得将全数捐给泰国育幼院的小朋友。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感谢收看9月26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